呢一個浮咗上面嘅朋友，經濟上許可嘅，試一試佢14日，你睇下周圍 touch wood 啊，真係 touch wood 嗰句，其他朋友仔，如果你喺個 area 個空間裏面，其他人病咗，你有冇中招？萬一真係中咗招，病咗，你係咪好快康復 ？OK， 本身淨係大豆寡肽已經做到呢一個咁強勁嘅功效 ，OK， 佢唔係藥喎，真係齋蛋白質。信咗嘅，開頭買咗嘅，體驗咗嘅朋友，全部都有親身見證。如果唔係，你今日都唔會10盒10盒咁買，啱唔啱先？即係話呢一件產品，由始至終我冇蒙過你哋。呢一個試下，能力許可嘅試下，因為呢一個亦都係科技嘅力量。喂，延緩線粒體分裂嘅時間，勁喎！有數據有科學數據成沓文案舉俾你，我真係唔想逐個 report show 俾你睇。有晒認證，有晒專利，話俾你聽，14日增加 NK 免疫細胞48.7%，勁喎！如果再深延伸，我老豆阿媽都係成日咁講，唔好再買一啲新嘅supplement俾我哋啦！我哋而家有牛樟芝，你又買咗部氫氧機俾我哋，咁又有大豆寡肽，夠啦，唔使再買其他嘢啦，得㗎啦！爸爸媽媽永遠都係咁樣同我講，你唔使再買咩邊樣啦 ，NK 噴到好啊，但係唔使買呢樣，唔使買嗰樣，唔使買。但係如果在我嚟講，你問我呢個，你問我啊，會唔會買俾佢？我會買，我又想試喎，因為如果呢一個可以令到佢免疫細胞提升數量，科學啊 YouTube 啊，我睇咗無限關於癌細胞嘅片。記住，我唔係咒大家，每一個人，你哋身體上面同我一樣，都有癌細胞。我敢保證，每一個人，你哋同我嘅身體一樣，入邊都有癌細胞，只係佢未發出嚟，佢未夠鐘舉牌出嚟反抗嘅啫。若果佢發出嚟就不堪設想啦，我哋就要去選擇化療啦、標靶啦、食多啲蛋白質啦、對西藥啦。但係如果我哋嘅免疫細胞，記住科學 YouTube 哪怕報告文獻都講到明，我哋自身有嘅 NK 細胞裡面嘅巨食細胞，佢若果發覺到身體裡面嘅癌細胞，佢會吞噬咗佢。癌細胞係冇辦法作惡嘅，佢係唔會逆變嘅，佢唔會再擴散嘅。因為巨食細胞已經食咗佢，化為烏有。所以大家若果你對呢樣嘢係有基礎嘅認知，亦都唔想有一個可能性俾癌細胞擴散嘅話，你就可以增強你嘅免疫細胞。增強免疫細胞有2種方法，第一，俾多啲蛋白質佢。第二，激活佢分裂，呢2個方法就可以增加佢。今日我哋好負責任咁同大家講，揾到方法。一，大豆寡肽就係一個好嘅蛋白質，俾你嘅 NK 細胞做一個細胞壁分裂。2，植物幹細胞，人參萃取出嚟嘅稀有皂苷，佢就係可以激活你嘅 NK 細胞，進行大量分裂，從而提升你嘅免疫力。你自己對軍隊已經可以將你原本潛在喺身體裡面嘅癌細胞，好大機會地 KO 咗佢。你將來比其他人癌細胞發出嚟嘅機會大大減低。唔係恐嚇，有晒科學數據。有晒實證，上網睇文言，上網問啲先，唔好信我。OK， 呢個就係我最後嘅分享。OK， 今次會唔會介紹排骨？又飲晒啦！你上次買咗幾10包噶咯喎。
今次唔會，我真係啲時間，我連我揾阿邱師傅都冇時間。我哋睇下可唔可以齋上架咯？齋上架，就為我問下先，有幾多人想要個蘿蔔湯啊？排開蘿蔔湯同埋章魚湯，有嘅，又係阿 Chief 寫一時間 Ivan，Chief Ivan， 有邊個想要 Chief Ivan 嗰2個組湯嘅？有嘅，幫我打個2字出嚟。OK， 有嘅，除咗做阿媽之外，有嘅幫我打個2，仲有要組團嘅，因為 OK。係啊。咁得，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咁就想要靚靚嘅，想要生頭髮多咗個新功效啊。OK， 咁你就揀膠原蛋白。